每一天，牧师甲恁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15，伫昨规工的地动中间，毋知影咱有惊吓，也是烦恼也无。诗篇46篇安尼讲：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的溃烂，是咱伫患难中特时的帮站。感谢主，伊应允咱，伊要成做咱的避难所，伊要成做咱的溃烂，也是咱患难中特时的帮站。咱三脚仔头来祈祷，享受丰盛活命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闪避患难的关台。所以，地虽然变迁，山虽然摇动伫海中，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，山虽然因为海中摇拽，阮也无惊。感谢主，因为阮知万军的耶和华，你要甲阮伫地。雅各的上帝啊，你要做阮的关台，所以阮的性命在伫你，因为有你，阮就真正的平安。愿你全能的手时刻扶持帮助阮，愿你的圣神坚固阮，因为天地拢会改变，独独你的疼永无改变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的平安时刻甲咱三脚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